貪污不僅侵蝕公共資源，破壞人與人之間嘅信任，更會危害社會發展。唯有建立廉潔嘅社會環境，先能夠讓每個人喺公平嘅舞台上實現夢想。每年嘅12月9號係聯合國設立嘅國際反腐敗日。今年繼續聚焦年輕世代，以團結青年、反對腐敗、共創廉潔明天為主題，呼籲各界人士齊心合力，拒絕腐敗，共同守護公平公正嘅核心價值，使青年喺廉潔環境中成長，讓社會朝住正確方向前進。澳門作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嘅適用地區，澳門廉政公署始終秉持打擊、預防、教育三管齊下嘅策略，積極履行國際義務，不斷完善法制。廉署尤其重視青年嘅力量，喺各項倡廉教育計劃中，年輕一代唔再只係被動咁接收宣傳信息，佢哋仲可以用創意、熱情同埋行動詮釋屬於佢哋嘅廉潔價值，成為澳門廉政建設嘅活躍推動者。喺呢個別具意義嘅日子，讓我哋繼續攜手守護廉潔澳門。更多防貪教育資源，歡迎瀏覽廉署網頁